頭痕出油有頭皮當小事，可能係頭皮發出嘅最後警報。30秒話你聽，你嘅頭皮屬於咩類型？洗完頭8到12個鐘，摸落去會油冧冧。唔理佢，除咗會影響儀容之外，仲會引發毛囊炎症、萎縮、甩頭髮。洗完頭8到12個鐘，摸落去繃緊，甚至有頭皮屑。頭皮太乾會令角質層裂開，天然嘅保濕因子流失，好似冇咗層保護層咁。毛囊附近嘅膠原蛋白纖維化，最後完全壞死。就算洗完頭成日都會覺得好痕，或者染完髮會痕幾日。唔好以為痕幾日，忍下就冇事。唔好好處理嘅話，演變成接觸性皮炎或者脂漏性皮炎就手尾長㗎啦。記住啦，頭皮問題就好似蛀牙咁，及早處理嘅話，補牙只需要幾分鐘。唔理佢嘅話，要剝牙種牙就唔係俾嗰個錢㗎啦。如果想知你嘅頭皮類型應該點樣揀洗頭水，咁就睇返上幾集啦。關注我或者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人。下集我哋講下有90%人都唔知嘅脫髮3大謬誤。